喺呢啲咁嘅地方繼續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嘅故事，會唔會係有啲環境唔係好協調啊，或者係有啲搞笑咁玩嘅？反正就當下大家開心下啦嚇，睇住呢啲環境。咁繼續講穆罕默德響經營一個駝隊，同埋自己嘅太太結咗婚之後，佢經常去一到晚上咧，佢有時間啦，有閒暇，所以文化咧就一定係響有錢有閒嘅時候先能夠講文化嘅。日日都為兩餐而奔波，講乜鬼文化啊？係嘛？所以響穆罕默德生活安定嘅時候，佢可以去到麥加外邊嘅一啲山洞度打坐修行修練。其實喺世界各種宗教文化裏頭都有呢種咁嘅修練嘅過程當中嘅嚇。呢個穆罕默德係一種咁嘅狀態。喺呢種狀態裏頭咧，佢有一晚，佢喺嗰度修行嘅過程當中，有個天使叫做加百利，馱住一隻仙馬飛得嗰啲飛馬嚇，嚟到佢修練嘅地方。佢話：今日帶你去見真主安拉。好啦，響麥加郊外嘅山洞裏頭，騎住隻仙馬飛到去耶路撒冷。所以點解耶路撒冷會係伊斯蘭教嘅聖城咧？就係出於呢段故事。去到依家耶路撒冷嗰個金頂嗰個位置，喺呢度直接衝上雲霄，去到嗰度見到好多嘅先知。咁先知都係人嚟嘅，但係佢係傳遞上天或者係真主嘅旨意，或者係耶和華上帝嘅旨意嚇，咁個狀態。去到呢度，佢見到摩西，見到亞伯拉罕，見到諾亞，見到好多好多嘅先知。其實呢啲先知裏頭咧，都係猶太人嘅先知，亦都喺聖經舊約裏頭講過佢哋係點樣帶領猶太人走出苦難嘅。見到啲先知之後，摩西話：你再去跟住加百利去見真主安拉。見到真主安拉嘅時候，安拉同佢講：你翻到去，你要同你啲族群嘅人講，要佢哋每日拜50次。穆罕默德聽完之後，翻落嚟，稍落啲嘅時候，見到摩西，同摩西講：喂，真主要我哋去每日去拜祭佢50次。摩西話：唔可能嘅，做唔到嘅，響人類。你咁樣，你再翻上去求真主，減到每日5次啦。咁穆罕默德聽咗呢，摩西同佢講，佢即刻上翻去，由加百利帶翻佢上到去，見到真主安拉，向佢請求，安拉同意咗佢。所以依家嚟到以阿拉伯人或者係伊斯蘭教嘅人咧，每日要敬拜真主5次，就係咁樣嘅一種記錄嚟嘅。當佢加百利帶翻佢響神馬裏頭，朝頭早翻到去麥加外邊嘅一個山洞嘅時候，佢成個醒咗。佢話：我應該開始傳播真主嘅聲音俾我哋啲大眾。咁依家嘅時候就開始咗阿拉伯對伊斯蘭教嘅一種信仰嘅開始啦。所謂嘅伊斯蘭就係信仰真主，信仰真主嗰群人就叫做穆斯林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就略簡單介紹下呢一度，希望大家鍾意。多謝各位。